創世記第25章。亞伯拉罕又娶了妻，名叫基土拉。基土拉給他生了心蘭、約珊、米旦、米甸、伊施巴和書亞。約珊生了示巴和底但。底但的子孫是亞書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烏米族。米甸的兒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諾、阿比大和以勒大，這些人都是基土拉的子孫。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。亞伯拉罕把禮物給了他所有的妾的兒子們，趁着自己還活着的時候，打發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撒，向東走，到東方之地去。亞伯拉罕一生活着的年日是175歲。亞伯拉罕得享長壽，年老壽足，氣絕而死，被收殮歸他先族人。他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將他埋葬在麥比拉洞裏，在萬利東面，赫人所轄的兒子以弗倫的田地中，就是亞伯拉罕向赫人買的那塊田地。亞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是埋葬在那裏的。亞伯拉罕死了以後，上帝賜福與他的兒子以撒。以撒靠近庇爾拉海來住下。以下這些人是以實瑪利的後代。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的兒子，就是撒拉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生的。以下這幾名是以實瑪利子孫的名字，按名字照世系排列的。以實瑪利的大兒子是尼拜約，其餘的兒子是基達、阿得別、米比三、米斯瑪、杜瑪、瑪撒、哈達、提瑪、伊特、拿非斯、基底瑪。這些人是以實瑪利的兒子。這幾名是他們的名字，按他們的村莊和營房，做了12個族長，各照他們的宗族。以實瑪利一生的年日是137歲，他氣絕而死，就被收殮歸他先族人。他居住的是從哈肥拉直到埃及東面的舒爾，正在往亞述的道兒上。以實瑪利是面對着眾親族住下來的。以下這些人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。亞伯拉罕生以撒。以撒娶利百加為妻的時候正40歲。利百加是巴旦亞蘭的亞蘭人比土利的女兒，是亞蘭人拉班的妹妹。以撒因為他妻子不能生育，就為他懇求永恆主。永恆主應允他的懇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。兒子們在他腹中彼此相繼，他就說：若是如此，我為什麼這樣呢？他就去尋問永恆主。永恆主對他說：
兩國在你腹內，從你肚腹中就有兩族分立着。這族必強過那族，大的必服侍小的。他生產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一對雙子。先出來的渾身有紅毛，像毛皮衣，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。隨後他的兄弟也出來了，他的手抓住以掃的腳跟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雅各。以撒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，正60歲。兩個孩子漸漸長大，以掃很懂得打獵，是個田野的人。雅各為人安靜，他常住在帳棚裏。以撒愛以掃，因為以掃獵取的肉合他的胃口。利百加卻愛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正熬着豆湯，以掃從田野間回來，疲乏極了。以掃對雅各說：那紅的，那紅的，給我割點兒吧，我疲乏極了。因此以掃的名字也叫以東。雅各說：你先把你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。以掃說：我快要死了，長子名分於我有什麼益處？雅各說：先對我起誓吧。以掃就對他起誓，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。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，以掃就吃就喝，便起來，徑自走他的去了。以掃這樣地輕看了他的長子名分。